学音乐学院以及贵州省安顺学院的客座教授。杨老师，今天借此机会，我想请您给观众朋友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笙这件乐器，好吗？好的。那么今天我带来的是3种芦笙。这种呢，刚才我用的这个叫五笙，这个是在百度上现在目前是查不到的，但是在贵州的关林县和安龙县现在还有。第2种呢，就是刚才大家看到我吹的这个是西部瑶族的一种低芦笙。这种呢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叫金锤芦笙。那今天我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件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乐器，这个叫五笙。在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文物里面，最早的笙应该是那个簧片不是铜做的，是竹子做的。那么现在我这支五笙，它的里面的簧片就是竹子做的。刚才第1个节目的时候出来，大家感受到一种就是这个年代应该是没有金属味道，应该是离现在已经有2500年的这个历史。那么现在这种小小的这个芦笙跟葫芦笙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它簧片是竹子做的。它的基本结构我就不介绍了，大家都知道。那旁边这2个笙呢，它里边的那个簧片是是铜做的，是铜做的。对。那我听说杨老师近些年为了把传统的芦笙吹奏这种艺术形态发扬光大，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杨老师自己还研发了很多新型的乐器，是不是？对。我刚刚看到演奏的这边这2个大家伙，我就没怎么见过，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拿过来给大家。好。那个刚才海涛吹的，但是海涛是临时学的，所以可能大家感受不到。那么我这件乐器叫做雕，雕是苗语移音过来的，就是东就是铜的意思。这件乐器我的那个设计的理念是，在我们南方就是都烧火烧柴，那么我们在家的时候拿那个火筒，拿那个竹管去吹这个火坑里面，越吹这个火就越旺。那最早的时候呢，那个管是这么大的，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声音，越大呢，它的声音还是偏低音，更好，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乐器。这个乐器，这个横着吹叫横雕，这个直吹的这个叫直雕。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对。那么我看到这个呢，这个是什么乐器？给大家。这个叫五谷棒。五谷棒。这个也是，就是我在家的时候看见我的母亲拿那个粮食的种子放在这个竹子里面来保存，然后第2年拿去播种，然后就是得到这个灵感，然后我就设计了这个乐器小打，五谷棒，里面放有5种粮食。有黄豆、绿豆，有大米，有玉米，都体现了我们少数民族同胞在生产生活中的智慧。那么，我想今天借此机会呢，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想上来体验一下我们杨老师发明的新型乐器？好吗？我们请上4位朋友吧，可以吗？来，我看到有举手的，那第1位小朋友请上来，就是那个白衣服。